那最近呢，也是同款有禽流感的疫情发生。农业部的防检署就讲，国内已经有验出高病原性的病毒 H5N1，而且有10个血清型，这拢是杜照杂入来的病毒，主要是为互咱的鸡鸭也个鹅。另外，前几天中华的动物防疫所嘛有接到通报，讲伫大城乡的大排水沟有出现真侪鸭的尸体，即马已经赶紧处理嘛，赶紧消毒。爆花外口的路，几10公尺长，4个拢是鸭的尸体。伫1.3公里远的排水沟内底，嘛有袂少死鸭。第三中华县动物防疫所接到通报，赶紧派人全副武装去做消毒。估计这2个所在差不多有580只。甲好起来了后，佫一摆做消毒。针对业者无通报，甲尸体等伫遮，会追查而且加重处分。不能随便弃置。那如果有被我们相关单位抓到的话，我们会大概可以裁罚5到100万的这个罚款。鸭的尸体已经有送验，若是检出高病原病毒，这个饲鸭场的鸭全部拢会甲处理掉，而且无法度领到菩萨的补助，还佫要受裁罚。若禽流感的疫情还未停息，伫婚林启动的一间土鸡鸭场，最近验出 H5N1 亚型高病原病毒，已经甲23000多只土鸡鸭处理掉。防检署指出，国内已经验出 H5N1 甲10个血清型，拢甲杜照有关系。从外面进来的候鸟带进来的病毒呢，像目前已经有检测出有10个型，希望说做好一些防鸟的围网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外来动物不要进入到我们的养禽场里面。防检署表示，目前当时杜照会飞来的时期，饲鸡仔甲鸭的业者，生物安全管理若无做好，真有可能会去喂到新型 H5N1 亚型高病原病毒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饲鸡场、饲鸭场感染高病原的，拢总有25例。陆地就占20例，有甲8成。显示这个病毒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鸡仔、甲有小肉鸡等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